心理文章，我哋心理點樣受影響而變得急躁。筆者分享一段親身經歷，年輕嘅時候參加公開考試嘅時候，前面一位考生着住一件特別嘅黑色 T 恤，上面寫住你會肥佬。距今已經近20年，考試嘅情景依然歷歷在目。呢句話讓筆者感到不安，仿佛喺詛咒筆者考試失利。雖然筆者情商唔錯，但無可否認呢件 T 恤對筆者嘅考試有啲影響。人心思怪，容易受到周遭事物嘅影響。更加可怕嘅係，好多時候自己卻不自知。外國心理學家研究發現，快餐連鎖店如麥當勞同肯德基嘅店內設計會引發緊張同焦慮感，並使人感覺時間過得較快。呢啲店通常使用鮮豔嘅顏色作為主色，例如麥當勞嘅紅色、大家樂嘅黃色同大快活嘅橙色。顧客喺呢啲快餐店中會感到時間特別快，急於食完離開以擺脫緊張感。呢個係心理學家為呢啲品牌創造嘅效果。快餐店需要高流轉率以支持低價產品，因此必須想方設法讓顧客快速用餐，並騰出座位俾下一位客人。有啲人可能唔理解，時間應該係客觀㗎，1小時有60分鐘，1分鐘有60秒。點解喺某啲環境中會覺得時間過得特別快？外國心理學家曾經進行相關研究，要求參加者欣賞歌劇《拉克美》中嘅一段86秒嘅片段。特別嘅係，部分學生能夠睇到快餐店嘅標識，雖然佢哋未必察覺，但潛意識卻受到影響。另一部分參加者則冇快餐店元素。結果顯示，暴露喺快餐標識下嘅參加者認為自己聆聽嘅時間遠超過86秒，顯示出佢哋嘅耐性較差且較為焦急，明顯受到快餐標識嘅影響。我哋嘅生活成日受到周遭事物嘅影響，尤其係一啲快速嘅物品，如快餐店或者鮮豔嘅顏色，如紅色同橙色。接觸呢啲物品時，我哋會唔自覺地受到影響。對於產品設計者而言，利用人們嘅心理嚟設計舒適嘅產品同服務至關重要。例如地鐵喺幽閉嘅隧道中行駛，容易讓人感到不安，因此通常會使用較溫暖嘅燈光，並喺車廂內設計明亮嘅燈光，以提升乘客嘅舒適度。試想，如果地鐵車廂以紅色同橙色為主色，乘客可能會時刻諗住幾時能夠落車，而喺漫長嘅隧道中飛馳，呢種感覺會非常糟糕。飛機機艙嘅設計亦都類似。乘坐飛機嘅時候，我哋常常需要喺狹小嘅機艙入面待上幾個鐘，甚至10個鐘。一般航空公司會將機艙顏色設計得柔和，以增強乘客嘅舒適感。然而，廉價航空則標榜快速同方便，會使用較鮮豔嘅顏色，如亞洲航空嘅設計。呢種設計雖然可能讓人感到不耐煩，但由於廉價航空嘅航程通常喺4個鐘頭內，顏色對乘客嘅焦急感影響唔大，反而能夠強化佢哋快速同方便嘅品牌形象。